的神兽虽然一个个的膘肥体壮，但是凡间还有很落魄的神兽。为体现天庭的人道主义，本着以兽为本的宗旨，决定让你下凡去照顾那些落魄的神兽。我话讲完，你不反对吧？我反对。反对无效。下去吧您嘞！终于，我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的2893.64公里以外，开了这家路人店。